你留着吃一会儿不够哈。这肉真的很多，还不够，你吃，你夹我几个。我想吃豆腐。给你一块最大的。 OK， 再来一块鱼肉。想吃菜。不客气，你要吃的话也过来夹哈。整个金针菇，这个你喜不喜欢？不用了，喜欢。你不是要辣椒吗？我不要辣椒，你要吗？小郭，你要辣椒吗？我不要大锅。因为不爱吃这个辣椒。我这里好多腊肉，吃不完。